Hello，大家好，我係問天。今季終於都成功解鎖咗呼魯亞曼成就，同一日我嗰邊都成功搶到券成。而今集主要係想同大家分享一下港台服嘅三還神。開季未夠1個月，相信大家最常遇到黃馬槍、富貴騎同埋 SP 貂蟬弓，都會不停咁見到佢哋多穿嘅場面。而今集小弟就收集咗喺04服嘅戰報，會分享一啲可以克制到或者對三還神時有優勢嘅隊伍俾大家。第一隊富貴騎，呢一隊今季多咗靈機之後變得超強勢，唔使轉工兵兵種，用靈機嘅富貴都可以同黃馬槍打。而今季主要有幾隊比較穩定可以打贏富貴騎。第一隊喬寶弓白板都照贏，第二隊北伐槍，第三隊金雷夢，第四隊龐德弓，最後第五隊就係大部分嘅速攻隊都可以。不過留意返，多數速攻隊都係配咗當風先會較容易打贏富貴騎。跟住落嚟仲有其他戰報俾大家參考返。第二隊 SP 貂蟬嘅離月弓，今季 SP 周瑜有自軍，令到呢一隊更加硬。目前係用 SP 關羽嘅星彩盾或者係有當風嘅速攻隊打比較穩定。其他隊伍遇上離月弓都係磨皮，所以大家如果第一隊開荒主力隊轉型之後打唔贏離月弓嘅話，都建議第二隊即刻出返隊速攻隊。最後一隊黃馬槍，可以用有盛器嘅核彈漿，或者係有盛器當風嘅麒麟弓、QQ 弓、北伐槍、龐德弓同埋都督弓嚟打。至於群弓或者係網紅槍都可以打贏黃馬槍，但係就冇咁穩定。值得一提嘅係喬喬弓係唯一一隊 T0 又可以克制晒三還神嘅隊伍。如果你呢一隊係有紅道，開季第一隊出嘅話，就可以克制到大部分嘅滿紅大佬。而如果你係平民玩家嘅話，可以考慮出當風虎神騎或者弓，佢同樣都可以克制到三還神。咁今集暫時分享到呢一度，多謝大家支持，下集見。